後來，過來是有關到台中市長的選戰，納入兩位參選人江啟臣甲何欣純，今仔日早起是兩屆立江一個場合同時出現。我們委員的蒞臨。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何欣純，透早來到豐原視察東豐快速道路，主動甲對手國民黨市長參選人江啟臣親自握手。兩人互動友善，不過何欣純來到江啟臣的選區本苗區，台中地勢強調會全力進駐建設。那也一定會全力的支持未來所有我們相關的這一段工程，每一件大家不分你我。是創下很多紀錄，但是也給我們很多教訓。一個政策的推動，不應該因為中間的可能不同人來執政而受到干擾。江啟臣的東豐快速道路頭尾10年的時間，經費嘛增加真多，甲問題指向無共人執政，討債主權。台中一份南線標案動土典禮，何欣純、江啟臣坐佇咧同一排中間一個空位，攏無互動。台中市長羅秀燕致辭時陣，分享一份建設，說敢若互江啟臣起嚟講。長幫我們開工了哈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全力來幫他完工哈。我不會多做揣測，我今天就是很高興的一個見證。江啟臣、何欣純一共走兩場同款的行程，佇咧台頂為建設上坡，毋過佇咧簡談互動之間，說敢若為選戰攻防看波。